超大盒的商品，火影忍者的这个我爱罗，好大盒哦，哎，很重哎，而且质感很好哎，开箱了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，好，那它里面有一个这个，后面还会有，然后还有一些预定的资讯，这两只我也超想要的，经典对战场景哎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它的说明书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好贴心哦，在耐震的部分，它里面有附5个 piece 的这个，就可以让我们可以这样子贴在边边角角，比较不会掉，很酷哎，赞哦！好哇，好重哦！哦，它特效件比本体还大哎。酷哎！它的这个特效件，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特效件的细节做得很漂亮，还不错。然后它的葫芦，我觉得它的人物，我觉得其实做的也还不错。但是比较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它特效件是做的更赞的。因为像这种大场景，我们远看啊，其实毕竟是要看特效件。所以我觉得它的本体来说，我觉得其实比较不会那么的注意去看到，反正是以特效件为主。我觉得它在特效件的部分下了蛮大的功夫去做。第一拍风影我爱罗，杀铺送葬。你有没有看我手在抖？有中到。我非常期待他们后面的另外2只。哎，它是一体成型吗？它是一体成型，完全就我刚刚拿出来就是一体成型，所以不需要组装，不用怕组装有旁边的东西断裂，而且它防撞装的做的还不错。哇，这是一只手。对啊，跟我的手一样大，你看。它跟我十指紧扣。水乳交融。好了啦。这真的还不错，后面还有2只，我非常的期待后面的商品，因为像这种场景组真的出的不多。那喜欢的人呢，可以就是我会在底下呢会有他们的这个新闻工坊他们的 FB， 然后还有他们的购买资讯，也可以去购买。对，那我会写在我的影片的下方。大家拜拜。